歡迎大家嚟到心理研究所。今日想同大家介紹下，你腦袋入邊有兩個人，唔知你有冇發現呢？自己有時反應快到嚇親自己。當別人未講完嘅時候，你心裏邊已經有答案。買嘢嗰陣，一眼就決定買定係唔買。但有時候做一啲重要嘅決定，譬如係轉工啦、結婚啦、投資啦，你又會好糾結，計條數計到頭都爆。心理學家卡曼尼就話，其實唔係你一時聰明一時愚蠢，而係你腦入邊有兩套運作模式，分別叫做系統一同埋系統二。系統一我哋可以叫做快思系統，佢運作嘅時候運作得好快，好直覺，好自動，基本上唔使你特登開機。譬如有人突然向你掟波，你會下意識地伸手去接，唔會先去計算物理嘅軌跡。呢個係系統一嘅功勞，幫我哋快速處理世界，好慳我哋嘅能量。所以大部分嘅時間我哋都係系統一嘅運作。但係快思系統一都有個弱點，佢好依賴經驗同埋心理嘅捷徑，佢好容易受情緒、刻板印象同埋當下嘅情景去影響，所以會做出好多以為好合理，其實好偏頗嘅判斷。例如第一印象中嘅錯覺，一聽到某個職業就聯想到某一種性格，或者見到一啲長篇大論嘅文字就懶得睇，靠標題就下定論，呢啲都係系統一嘅典型表現。系統二就好似慢想嘅系統，佢運作得比較慢，但係比較有計劃性，比較理性，需要你刻意調動同集中精神。系統二出場嘅時候，通常都係可能你會出現諗一條好複雜嘅數，或者要慎重衡量一個重要嘅決定、情感嘅選擇，或者涉及一啲大額嘅投資。系統二嘅出現會讓你停一停，問一問自己係咪真係咁㗎？你會開始檢查一啲證據，嘗試克服第一個系統裏面系統一嘅直覺反應，做多啲分析，做多啲嘅推理。問題係系統二好耗電，需要我哋人集中好多嘅精神做邏輯推理，導致人嘅精力會消耗更多。所以大腦其實係幾懶㗎，能夠唔用就唔好用啦。好多時只係喺系統一出大錯，或者情景極為需要嘅時候，系統二先隆重登場，去讓我哋去拯救我哋現實嘅狀況。知道有系統一同系統二係幫助自己分析，我而家係用緊邊一種諗嘢嘅模式呢？係咩時候要由快轉慢？第一個就係減少偏見同埋自動導航。系統一好容易根據我哋個人嘅刻板印象啦，去評價判斷一個人。例如見到某個人、某個穿着、某個口音，我哋會自動去評估佢係一個點樣嘅人，甚至影響到你請人啦、合作啦，或者對待你嘅小朋友、對待他人嘅狀況。如果你察覺到，咦，我係咪憑第一眼就落決定呢？就可以叫醒自己嘅系統二，提提自己，不如聽多兩句，或者睇多幾個數據先啦，唔咁快先入為主。第二個狀況，當你要幫助自己做重要決定嘅時候，好多重大嘅錯誤唔係因為我哋嘅能力有冇嘅問題，而係明明應該要用系統二慢慢去分析，我哋只係去用系統一嘅直覺 feel， 一諗到一感受到就即刻拍板去答應。例如投資嘅時候跟風啦，單憑情感上嘅一時衝動就答應咗啲承諾，呢一啲嘅狀況好值得你喺心入面提醒自己，呢個決定影響好大。唔該請系統二出嚟幫幫手，究竟有啲咩實際嘅分析邏輯究竟係點樣，讓系統二出嚟幫助你去作一個重大決定嘅時候能夠有智性嘅把握。第三，善用系統一嘅直覺。另一方面，系統一都唔係一個敵人嚟嘅。
當你喺某個領域累積咗好多嘅經驗，你嘅直覺其實係濃縮咗嘅專業判斷，喺呢啲緊急嘅情況係可以救你一命、保你一命㗎。重點係我哋要懂得分辨，我而家呢個直覺係建基於長期嘅專業經驗啊，定係建基於偏見同埋個人嘅主觀感受同情緒呢？今日有3個小步驟幫助你去練習快中有慢。第一個練習就係俾自己一個延遲制，下次你好想立即回覆一啲嘅愕然嘅訊息，即刻可能喺群組裡面要有啲回應，或者你好想立即買一樣嘢，你可以先設計一個小規則，就係當重要決定嘅時候，容讓自己能夠等5分鐘，或者係一啲超重要嘅決定嘅時候，容讓自己等一晚。呢個空間就係俾你系統二出場嘅時機啦。第二個練習就係問自己3條問題。當你做緊判斷嘅時候，可以問問自己：我而家係憑感覺啊，定還是係有一啲數據或者例子支持我嘅決定？又可以問問自己：如果我係旁觀者，我點樣去分析嘅呢？又可以問問自己：有冇可能我而家只係因為攰或者嬲，又或者手快快地先會咁樣諗呢？係由情緒感受去推動，而唔係用一個客觀理性邏輯去分析。第3個小嘅練習，為系統而健身。好多嘅研究都建議用一啲需要推理同專注嘅活動，譬如閱讀一啲較深嘅文章，寫一啲反思，玩一啲策略嘅遊戲，分析下新聞，訓練自己慢慢去思想，慢慢去諗，唔係要變成完美嘅思考機器，而係令你需要用系統二嗰陣係唔會咁容易斷電，即刻可以用到系統二嘅功能。總結嚟講，系統一係幫我哋高效生存，系統二幫我哋做深思熟慮嘅選擇，兩個都好重要。真正成熟嘅思考唔係只係用其中一個，而係知道乜嘢情況可以放心交俾直覺，乜嘢情況要踩行 break， 慢慢去分析。希望呢個快思慢想嘅框架可以幫到你嘅生活、工作甚至人生嘅反思，做一個有意識嘅抉擇者，而唔係永遠被自動導航帶住走。今日我就分享呢度，多謝大家收聽。記得 like、subscribe 撳埋鐘仔，一有新片就會收到通知㗎啦。